凌晨6點，一間不足300尺嘅雞蛋仔小店已經燈火通明。老闆娘一邊搓麵糊，一邊望住手機上密密麻麻嘅外賣單，眼神裏透住一種普通打工人絕對唔會明白嘅疲憊同堅持。呢一幕，唔係電視劇嘅劇本，而係我真實落場做一日暑期兼職，親眼見證嘅香港基層餐飲從業員日常。表面睇，雞蛋仔香脆，奶茶順滑，一切都好治癒，但揭開呢層糖衣裏面藏住嘅，係香港餐飲業最殘酷嘅生存法則，亦都係一整代打工人用體力同時間拼出嚟嘅微薄生計。好多人對香港街頭小食嘅印象都停留喺 TVB 畫面入面，煙火氣十足，人頭湧湧，老闆笑容滿面。但當我親身着上圍裙先至明白，呢啲畫面背後係一套近乎軍事化管理嘅標準流程，同一群用青春同健康交換生計嘅普通人。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唔單止係雞蛋仔點整，奶茶點沖，而係呢盤生意背後成個香港餐飲生態嘅縮影。租金、人手、心理、經濟環境四重壓力交織之下，呢班市井從業者究竟點樣喺夾縫入面求存？要理解呢個現象，首先要講返一個歷史背景。經濟學入面有個經典理論叫口紅效應，起源自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當時樓房、汽車、珠寶呢啲大額消費急跌，但廉價能夠即時帶嚟快感嘅口紅銷量竟然逆市上升。心理學家解釋，呢種現象源於人類嘅補償心理。當大額消費嘅慾望被壓抑，人反而會透過細小低成本嘅消費去滿足自己嘅情緒需求。呢個理論跨越咗接近1個世紀，依然喺全球唔同經濟體反覆應驗。而家嘅香港正處於呢個循環入面。近幾年受公共衛生事件同全球經濟波動嘅雙重衝擊，香港實體零售同高端餐飲行業經歷咗前所未有嘅結業潮。根據本地零售管理協會同飲食業相關團體過往幾年發佈嘅數據，連鎖高級餐廳、老字號酒樓嘅結業數字持續上升。好多經營咗幾十年嘅老店都捱唔住租金同人手成本嘅雙重壓力，黯然離場。相反，主打平價、快捷地道嘅街頭小食店，卻喺呢股寒風入面穩步生存，甚至逆市擴張。呢種兩極分化唔係偶然，而係經濟規律入面必然會出現嘅結果。我今次落場嘅呢間小店，坐落喺香港核心商圈一條曾經嘅潮流地標街。幾十年前，呢度係年輕人朝聖嘅地方，成條街都係輕車買手店同潮牌服飾，租金一路飆升到令人咋舌嘅地步。但隨住高端零售業態嘅萎縮，呢條街嘅業態徹底重組，取而代之嘅係一間接一間嘅街頭小食店同茶檔。呢個現象喺其他城市都有類似案例，例如日本東京嘅下北澤曾經係潮流服飾嘅集散地，近年都逐漸被平價食肆同二手古着店取代。台北西門町部分街區亦都出現類似嘅業態更替。呢種高端零售退場、平價飲食進場嘅趨勢，幾乎成為全球大城市經濟週期入面嘅共同規律。而香港只不過係呢個全球現象嘅其中一個縮影。接下來，我想深入拆解呢盤生意背後幾個最真實、最少人知道嘅社會痛點。第一個痛點係標準化到近乎苛刻嘅 shop 制度，同背後隱藏嘅基層勞動力壓榨問題。好多人以為街邊整雞蛋仔、沖奶茶係一件冇乜技術含量嘅事情，憑感覺就做得到。但我落場先至發現，原來一間正規經營嘅小食店，由麵糊配比、烘烤時長、靜置時間，到奶茶嘅泡茶次數、糖分調配、冰量標準，全部都有精確到分鐘同克數嘅數據要求。呢種極致標準化嘅背後邏輯好簡單，喺一個方圓幾百米就有幾十間同類競爭對手嘅商圈入面，產品高度同質化，唯一可以留住客人嘅，就係零波動嘅穩定出品。呢種穩定唔係靠老師傅嘅經驗直覺，而係靠一套近乎流水線嘅規範，壓縮到每一個員工，無論新手定老手，都必須機械化執行。呢種制度對企業嚟講係效率保障，但對基層員工嚟講，卻意味住極高強度、極低自由度嘅工作狀態。我體驗嘅呢間店，只需要2至3名核心員工就可以撐起全日營運。前場點單出品，後場備料清潔，分工精細到冇1分鐘浪費。資深店員同我講，呢份工作嘅辛苦唔單止喺體力消耗，更加喺心理壓力。出餐時間有上限，客人等唔到就會投訴。高峰期一個人要同時應付幾張單，任何一個細節出錯，成份出品就要報廢。呢種零容錯嘅工作環境，長期而言對從業員嘅新鮮鏡腔都係一種慢性消耗。而更加值得反思嘅係，呢種高強度低回報嘅工作模式，正係好多年輕人唔願意入行嘅根本原因，導致香港餐飲業長期面臨人手短缺嘅結構性問題。第二個痛點係核心商圈嘅畸形租金結構，如何逼手指技走向薄利多銷嘅極端經營模式。
香港作為全球租金最高昂嘅城市之一，核心商圈嘅鋪租長期處於天價水平。就算業態由潮牌零售轉向平價飲食，呢啲街頭小食店依然要承擔同當年輕車店鋪相若嘅租金基數，只不過營業額嘅體量完全唔同。一間雞蛋仔店嘅人均消費只係30到80港幣，想要覆蓋動輒6位數嘅月租，唯一嘅方法就係靠極致嘅平效同翻台率，用海量嘅低單價交易堆砌營業額。呢種經營模式嘅脆弱性顯而易見，一旦人流下跌或者出現突發事件影響客流，呢啲薄利多銷嘅小店承受風險嘅能力遠遠低於大型連鎖品牌。類似嘅現象喺全球各大城市核心商圈都有出現。例如倫敦嘅牛津街，近年都出現大量高端零售店鋪結業，取而代之嘅係快餐同平價飲食品牌。紐約曼哈頓部分核心街區亦都經歷住類似嘅業態轉型。呢種全球性嘅商業地份結構調整，反映出一個更深層嘅經濟現實。當整體消費力下滑，只有能夠維持極致運營效率嘅平價業態，先至可以承受核心地段嘅高昂成本。而呢種壓力最終全部轉嫁到前線員工身上，變成加倍嘅工作強度同永無止境嘅效率要求。第三個痛點係手藝傳承嘅斷層危機，同年輕一代對基層勞動嘅集體逃離。我體驗期間，資深店員同我坦言，想要熟練掌握全套港式手打奶茶嘅製作工藝，就算有完整 SIP 對照，新手都需要至少半個月嘅全日實操訓練。而當中最考驗手藝嘅手工麻薯，由搓粉蒸煮、拉扯到切粒，全程人手製作，零機器輔助，單一套工序就要耗時超過20分鐘，容錯率極低。呢種需要長年累月磨練先至掌握嘅手藝，喺而家嘅香港正面臨嚴重嘅傳承斷層。根據本地勞工及福利相關部門過往公布嘅統計資料，餐飲服務業嘅勞動人口持續老化，年輕人入行比例逐年下降。原因唔難理解，低薪高強度、社會地位偏低呢3個因素疊加，令基層餐飲工作對年輕人嘅吸引力大幅降低。相比之下，好多年輕人寧願選擇辦公室文職或者投身新興嘅零工經濟，例如網約車、外賣騎手呢啲工時相對靈活嘅工作。呢種勞動力結構嘅轉變，長遠嚟講，對香港傳統街頭美食嘅傳承構成嚴峻威脅。當老一輩師傅逐漸退休，而新一代冇人願意接手，好多需要精細手藝嘅地道小食，可能會喺未來10年、20年入面逐漸消失。取而代之嘅係更加依賴機器同預製食材嘅標準化連鎖產品。呢個唔單止係一盤生意嘅存亡問題，更加係一種城市文化根基嘅流失。第四個痛點係經濟下行壓力之下，大眾消費心理嘅結構性轉變同情緒代償式消費嘅興起。前面提到嘅口紅效應喺而家嘅香港表現得尤其明顯。近年受整體經濟環境影響，市民對未來收入預期普遍趨向保守，主動削減大額非必要嘅消費支出，高級聚餐、跨境旅遊、輕奢購物，呢啲曾經係中產階層日常嘅消費項目，而家都變成需要三思而後行嘅奢侈決定。但人類追求即時快樂、紓解壓力嘅心理需求從來冇消失，只不過轉移咗消費嘅載體。一份幾十蚊嘅雞蛋仔，一杯港式奶茶，成為好多人喺高壓生活入面負擔得起嘅小確幸。呢種現象唔單止喺香港出現，喺內地一線城市同日韓近年都出現類似嘅低價情緒消費熱潮，例如內地社交平台上興起嘅9.9蚊咖啡現象，同韓國近年爆紅嘅平價街頭炸雞、辣炒年糕店背後邏輯都係異曲同工。呢種消費趨勢嘅背後，其實反映住一個更深層嘅社會心理狀態。當大眾對宏觀經濟前景缺乏信心，人會本能地收縮自己嘅消費半徑，轉向可控低風險、即時滿足嘅微小快樂。呢種心理機制，某種程度上係一種集體性嘅情緒自我保護，但長遠嚟講，亦都反映住整體社會消費信心嘅下滑，值得政策制定者同經濟學家持續關注。第5個痛點係同質化競爭白熱化之下，微型企業不進則退嘅生存困局，同深耕單品策略嘅重要性。喺我體驗嘅商圈方圓幾百米之內，同類雞蛋仔店同港式茶飲店多達幾十間，產品高度雷同，競爭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喺呢種環境入面，好多小店選擇盲目擴充品利，跟風推出網紅新品，試圖透過多元化嘅產品線吸引更多客群。但根據我觀察同異地人士嘅分享，呢種策略往往適得其反，品例越雜，品質就越難保證，最終導致定位模糊，喺激烈競爭入面反而失去核心優勢，加速倒閉。相反，能夠喺行業寒冬入面穩定生存嘅小店，往往係堅持深耕1至2款核心單品，將最簡單嘅產品做到極致品質嘅經營者。呢種小而精嘅生存哲學，其實同現代管理學入面嘅核心競爭力理論不謀而合。
與其分散資源做多而不精嘅業務，不如集中資源打造一個真正無可替代嘅拳頭產品。呢個道理睇落簡單，但喺實際操作入面，需要經營者有極強嘅定力，抵抗住短期跟風潮流嘅誘惑，亦都需要承受初期可能因為品類單一而流失部分客群嘅風險。呢種堅持，正正係好多微型餐飲企業最終能夠穿越經濟週期長久生存嘅核心密碼。講完呢5個痛點，我想同大家探討一個更加值得深思嘅假設性問題。如果呢種口紅效應式嘅平價消費趨勢持續深化，未來10年，香港嘅餐飲業格局會演變成點樣？一個可能嘅場景係，連鎖品牌同大型資本會逐漸意識到街頭小食賽道嘅商業價值，大規模複製呢種標準化高平效嘅經營模式，透過資本優勢快速擴張，擠壓獨立小店嘅生存空間。事實上，呢種趨勢喺內地部分城市已經初現端倪，大量資本加持嘅連鎖雞蛋仔、連鎖奶茶品牌，憑借規模化採購同營銷優勢，迅速搶佔市場份額，令好多依靠手藝同人情味生存嘅獨立小店舉步維艱。如果呢種趨勢蔓延到香港，我哋今日所講嘅呢種充滿市井煙火氣、依靠老師傅手藝傳承嘅街頭小食文化，未來會唔會逐漸被資本化、標準化嘅連鎖品牌所取代？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但值得每一個熱愛香港地道美食嘅人深思。我哋究竟應該點樣喺支持商業效率同保育傳統手藝文化之間，揾到一個平衡點？另一個值得探討嘅假設係，如果政府或者社會機構針對呢類微型餐飲從業者，推出更加針對性嘅租金補貼或者技能傳承扶持政策，會唔會有效延緩傳統手藝斷層嘅速度？呢啲問題或許都值得我哋喺未來持續關注同討論。經過成日嘅沉浸式體驗，我由一個完全零經驗嘅新手，慢慢學識咗前場點單、後場備料嘅基礎流程，最後仲成功獨立整出招牌焦糖燉蛋雞蛋仔同手打港式奶茶。望住自己親手整嘅出品，心入面嘅感受好複雜，有滿足感，亦都有對呢班基層從業者由衷嘅敬意。呢啲睇落簡單易得嘅街頭美食，背後係無數次試錯同技藝打磨，係一班普通人日復一日嘅堅持同付出。生活從來都唔係只有光鮮亮麗嘅一面，更多嘅係平凡崗位上面默默堅守嘅踏實付出。我哋日常隨手買嘅一份雞蛋仔、一杯港式奶茶，唔單止係簡單嘅味覺享受，更加係經濟環境之下大眾情緒嘅縮影，係小味餐飲行業韌性嘅見證，亦都係平凡人努力生活嘅溫柔印記。睇完呢次香港街頭小食店全日打工實錄，相信大家對港式雞蛋仔、手打奶茶，仲有香港小味餐飲行業嘅真實生存現狀，都有咗全新嘅深入認知。如果你中意呢種貼地真實嘅市井體驗同行業深度拆解內容，記得即刻點讚、訂閱、收藏我個頻道，唔好錯過之後更多深度實測內容。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你有冇食過最正宗嘅香港雞蛋仔同港式奶茶？你最中意嘅街頭平價小食係邊款？仲想了解香港邊個本土行業嘅真實日常？我會逐條認真回覆，記得開埋通知鈴，睇更多香港深度實測片。我哋下期見。